这个桥最主要呢，就是讲有哪伊也旧啊，而且呢，伊的这个跨度无够。本来呢，咱的排水的跨度差不多36米宽吼，这边呢，甲改造到63米宽，咱的河道放宽宽，宽度增加差不多60公分，所以呢，伊这个排水这个容量就较大，以后减少咱这个水灾的这个水患。除了桥梁升高以外，整个桥面也全部重新规划，从台19甲线进来，一直到南外环，整个桥面都重新翻新哈，让市民都觉得行的便利是相当的一个便利哈，增加行车的安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麻豆排水流域经过麻豆区、下营区，每到豪雨季节，周边容易产生水患。为了改善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桥梁改建工程，陆续进行文瑞桥、玄武桥、黑桥、大溪桥4座桥梁改建。工程中连同上下游护岸、防汛道路一并改善，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并且防汛效果更加提升，更能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工程其实地方期盼了很久，那感谢中央跟我们公务局的合作，能够把这个工程顺利在1年2个月很快的时间内把它完成。然后呢，中间经费总共是1亿4千万。那中央补助1亿1千万，地方自筹3千万。但是不管是多少钱，能够给这个地方的民众一个顺利、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是最重要的。然后能够因为桥梁的增高，又能够让将来通水断面能够变得更安全，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下雨的时候桥就要被封掉被封闭掉。这个部分是既安全又便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大溪桥改建，那我相信一定能够带给地方交通更安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顶礼拜，因为咱台南市有学校举办冬令营，其中来自高雄的学生确诊得到新冠肺炎，造成45位营队的学生被隔离，无法度上课。所以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学校关心学生，公布4线上课的情形，嘛替隔离的学生甲家属加油打气。台南有45名高校学生，因为甲冬令营的确诊者有接触，所以集中隔离。为了让这群学生袂当到学校，袂当安心学习，并且甲同班同学互动，市府教育局马上启动停课无停学，并锁定东部4线教学。市长委贴为了替这群学生甲家属加油打气，特别到学校关心。也希望说赶快。这个期满之后呢，能够赶快回来跟同学见面。同学都很想念你吧？有没有？谁说没有的？都有了。下课有没有跟他打招呼？有了。有了。那谁陪着他？现在你跟谁？家人陪着你吗？哦 ，OK， 好，都还好哈。今天很好，谢谢。对，我想说，因为这个我们是超前部署了。那目前为止也跟您报告，我们所有的40几位匡列的同学也都是还好，筛检起来都是阴性的。那目前为止他们这个隔离的情形也都是跟云慧一样，都很健康，很照顾我们的心情以及我们的处境，但是我们是觉得很温暖。那我会觉得说，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我也感受到了，我们身在台南非常的幸福。谢谢。因为有人关心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孤单。透过教室所架设的直播设备，集中隔离学生都来当甲同班同学同步上课。教育局嘛持续关心陪伴，了解隔离期间的生活状况甲需求，嘛让家长拢感觉相当欣慰。感谢市府甲学校用心。
台南新闻关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位伫安平区国平北路的中卫区，因为快速发展，未少建案拢陆续完工，而且是愈去愈侪。但是社区公园两边的道路却拢是8米的单行道，严重影响住户出入。所以议会公务委员会上午也即市府都发局、甲公务局会勘，希望会当恢复成当初都市计划12米的道路。位于安平健康路尾靠近干部用地的这块新开发的中卫区，因为发展快速，新起的建案哪来哪济，但位于社区公园两边的道路，国平北路却只有8米，而且佫是单行道，加上边仔佫画上机车的停车位，严重影响着车辆的出入。经过地方的侦证，议会公务委员会上午前往会勘，伫了解当初都市计划是规划12米的状况，建议市府应该恢复。北边跟南边这两条本地就是12米的都市计划道路，过去伫这个中卫当中该缩到成8米，这无符合吧？佮再来。即马咱这条国平北路这条咱这间咱这栋380，目前是300几号边仔迄栋爱800，边仔迄栋即马现主席起来是800，要将近要800号。即马啦现主席单行道这是无符合着即马现主席因的生活的那个机能啦，交通的动线。所以阮干部小组今仔日做这个决议，就是讲要求干部局去抓那个国平北路啦它的南边跟北边都恢复12米道路啊，拢要恢复回来了。伫议员甲里长的建议，原本公务局要以公园退缩机车停车位作为简单的处理方式，不过当地里长认为，既然要做，就一概做好，莫用机车位退缩的办法。以后我15米、40米，我就求人家公园啊，何必讲这8米呢？你求迄就无意义啊！要做就一届，一次到位啦。你个淡仔店伊咧开遐。你搁做汽车湾了嘛，要开几啊百万嘛，我要开几啊百万，啥？比如讲啦，我要好大条，我好你咧做迄毋是假做的。本来刚开始我们要过来之前，我们想说用看能不能比较快速的方式，但是做一个些许的改变，让大家的民众不会说现在是现有的单行道啦。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刚刚议员、刚刚小组公务委员会的一个意见，我们把它带回去，我会自己再做一个演绎，看起来比较跟大家比较妥适的方式，再跟里长外面做一个接触啦，这样好不好？好了。最后，伫经过委员会甲市府督发、公务甲交通局的协调，公务局愿意召回来1年，因为两边的退缩将连带影响到排水沟甲路顶的重新施作。工期甲工时就比较较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虎头山山脚玉井运动公园，自然环境非常的水。不过因为兴建到今将近30档拢无征收，不仅环境老旧，设施嘛存在危险。在议员周义齐积极争取之下，市府跨局处将用5500万的经费要来活化景观，希望会当一步一步打造成特色公园。对87年兴建到达占地4公顷的玉井运动公园，因为环境老旧，步道有树木串根破损，加上落雨就严重积水，草坪个一窟一窟，相当危险。市长委托会同督发公务等单位展来会勘，宣布伫中央补助加上市预算，第一期将投入5500万来做景观改造。同时，督发局嘛伫当地办说明会，邀请里长甲侪乡亲来表达意见，互地方了解未来者将活化成为休闲、市集等多元利用环境，场面相当热烈。我们的活动点赞不赞？谢谢。罗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把公园设置好，但是已经时隔蛮久了，20多年了所以说有一些设施，还有基础设施，还有游乐设施，还有能够亲子共有的一些设施，都有需要补强、加强、整修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特别请都发局来努力来把这个部分做好这个也谢谢议会的关心，还有谢谢立委的关心，那也谢谢
我们许多各位里长们还有许多民众大家的一个共同关心，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提供一个预警还有山区的民众最好的休息的地方。市民局这主题议员周义持7当前回乡，相当感慨，当地连一个亲子公园拢无，所以当选以后的积极争取，希望透过3期工程，一步一步将这改造成又一个特色公园。一起回来我们这里乡下打拼的时候，我就想，咱一个玉井区这大区，为什么咱家所有的资源，甲以早我伫北部，甚至讲伫市内会差遐济。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体育公园如果可以改造成特色公园，未来除了在我们地方可以做一个就是观光景点之外，我们这些年轻人出外打拼的年轻人回来家带囡仔的时阵佫会当来遮佚佗所以这是咱的第1期的工程这经过咱嘛是区长咱的区公所认真合调甲咱的设计。该景观改造工程由市府跨多发、公务、民政甲体育等局处，预计3月动工，今年底完成，毛乡亲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大台南公车5路公车伫1月份已经汰换成为电动加地板的公车。为了提升民众的友善的服务，交通局甲府城客运共同会勘，同时邀请自贡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何文展做伙去检视车内民众的设备，到底是毋是有够完善。大台南公车为着要让新庄人士有经济便利，对1月份开始已经甲5路市区的公车路线拢全部换成电动的架车型的公车。同时，为着要提升新庄朋友更友善的坐车空间，市府交通局佮有府城客运佮有车厂共同会勘来检视车内无障碍设备，并邀请到主讲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何文展共同到现场来提供意见。很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台南市的公车府城客运公司每一年呢来提供我们驾驶员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机会，那邀请我们身障团体、身障朋友一起来参与那很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结合我们客运公司还有我们身障团体呢一起来为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大众运输公车的服务品质的提升。那我希望就是每一年在这个公车司机的教育训练里面，能够让每个司机驾驶员能够了解到说要怎么样来服务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朋友。毕竟我们现在的城市里面不只是身障朋友尤其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超高龄的社会，每天看到很多阿公阿嬷在出门都是坐轮椅所以我希望将来呢让我们整个大府城、大台南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能够很便利又安全。主讲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感谢市府对无障碍服务愈来愈重视，并建议业者会当加注意斜坡的防滑措施，确定新庄者伫咧就车佮有落车的时阵会当更安全佮有安心。市府嘛表示，2030年大台南公车会全面电动化，为着要达到目标，嘛继续努力辅导公车的业者会当采买无障碍的车辆，做伙来打造大新的城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响应关怀弱势将物资真正配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头。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特别捐赠50万，予台南市的食物银行。社会局表示，透过企业团体所捐赠的物资，一直到110年的年底，已经有将近14万的人次受到帮助。台湾县会计师公会由理事长刘家雄带领该会理事甲注意等人，以50万现金要来捐赠予台南市社会局的食物银行，将物资真正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手中。其中黄伟贴伫社会局长陈英基的陪同，代表受赠场面温馨。因为我们以往可能捐出去了，但是
其实是不是有到达需要的那个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中哈？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判断了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社会局市长这些政策哈，关怀的政策优先哈，这个希望达到哈，真的让它落实到拿到真正需要人的手中。哦，也是有一点点抛砖引玉啦，哈，唤起大家来共襄盛举。好，那我们很高兴，很支持，也很谢谢我们市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好，共襄盛举，让许多市民朋友们，尤其在边缘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哈，就是说生活比较陷入困难，或者因为有急难的一些市民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省会计师公会一直以来做的。会计师大家知道是精打细算，但是在社会福利上面，其实最精打细算是帮助这些边缘的人，让他们拉他们一把，扶他们一把，扶他们上马，让他们走出去，将来就会让他们其实不是他们也不会一直长期在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里面。你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帮助他们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出来。长期支持台南市社会福利服务的台湾省会计师公会，今年开春特别回馈伫食物银行，和经济弱势、有急难需求的民众，会当真紧、甲真方便，得伫台南市永华店5区得到服务。同时，透过提供物资的过程，关心民众的生活，建立信任感。台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去年因为疫情影响真济县市的上课进度，市长黄伟哲17号参加高中职甲高中小校长会议的时阵，特别感谢大家努力，让台南市的教育无受到疫情上大冲击。同时也勉励未来要继续努力，改善校园硬体设施，让学生有舒适安全的学习环境。去年疫情伫台南市府各学校的共同努力，让台南的学生虽然去受到疫情的冲击，伫咧学习的方面并无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17号上午伫中英大学召开110年度第2学期高中高职各高中国小的校长会议，市长惠婷嘛亲身到现场感谢伫咧去年做伙努力行过来校长各教职员工。那当然，这个沟通，我们希望说站在一个大家能够有一个横向彼此了解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学年度的这个政策目标，以及第一线所碰到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来做一个反应，来做一个调整。这不是一个政令不打，但是是一个双向沟通。我们也谢谢校长们在过去2020、2021这2个年度里面。是学校或是整个台南市碰到了疫情，那大家都能够坚守教育岗位，能够在停课不停学的这个前提下做的应该是全国最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我们既然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将来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来面对，而且能够克服这个其他的挑战。教育局表示，过去1段外，台南市教育的成果相当的突出。伫咧公办线顶教育创下有900万外人的点阅率，各方面拢有袂歹的表现。市长嘛趁今仔日这个机会来感谢过去疫情期间大家的努力，表示会继续努力来改善各校的硬体设备，让学生有一个更安全、更有舒适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高龄化，台南市真侪社区拢积极推广乐龄学习的课程，其中将军区的老人福利协进会，都特别开办诊断课程，训练长辈同时动手佮动脑，透过镜头做伙来看将军区这阵老宝贝的成果。高龄化的社会中，愈来愈侪人重视乐龄教育的重要性。背后来到将军区民老人文康活动中心，馆内展出的是社区长辈利用乐龄课程所学创作出来的家作艺术作品。透过家作的方式，会当让长辈发挥无限的想象空间，让因会当尽情创作。
这是我们110年我们的乐龄课程所设计的课程呐。那这只是这个老虎哈，它这个只是一个部分呐。我们还有做另类建筑师啊，那时候我们也有展出1个多月啊，那就把它撤下来换这个，因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想说，我们今年度是虎年，那就是应景，就是剪这个老虎的作品嘿。目前对，目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这边展出。那民众是不是都可以，只要是他图书馆有开馆，他礼拜一是休馆啊，那其他时候都可以。将军国小的校长陈雅娟表示，非常的支持不断来举办安尼乐龄学习课程，让长辈当透过政府各地方的相关资源。行到外口甲人互动，嘛透过家长的艺术课程，同时可以当训练到手佮目睭的协调性。乐龄其实顾名思义，就让长辈是快乐学习，忘记年龄。那我觉得乐龄学习中心的推广对社区的长辈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在人生的上半部呢，为家庭、为孩子努力打拼了这么久。那在人生的下半场的话呢，有政府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资源、场地，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来这边学习、成长，而且呢，有伴。可以让他们更能够走出家庭，然后心灵呢得到提升，同时呢也更有成就感。展览中老长辈因嘛拢欢喜的咧互相欣赏同乐因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嘛对活动中会当感受到因对于乐龄课程的热爱。伫作品中嘛完全看得出大家拢来保持着一个热爱学习的心。咱若伫咧厝，敢感觉有啥物想讲哪会无安尼，敢若足迄落啊吼，足无聊的。来遮吼，你教这就敢若变成敢若吼心情足轻松足热的，一直要教，一直要找看有啥物图通好教无安尼。当然，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过去讲到扫货，通常互人真恐慌，若是一点点啊货死，大多数的人通常感觉无要紧。但是扫货量若是较济，都有可能是呼吸道、肺部的问题。基美医学中心胸腔外科主治医师陈兆坤表示，若是有扫货状况，就要赶紧就医，让医师来做出正确的诊断。平常若是有一点仔扫货的状况，大多数的人拢会认为无啥物问题。但是如果若有大量的扫货，或者是长时间有安尼的问题，就可能要怀疑是毋是气管还是肺部的相关问题，必须要透过医师专业的诊断，才会当判断出实际的问题来避免延误就医。有时候可能会想到说是肺癌末期，或者说想说是肺结核引起的。那其实科学它不只有这些原因，也不是一定只有是恶性，它还有其他可能良性的问题在。我们比较常见，像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感染、支气管炎啊，或者说支气管扩张症等等，肺部发炎比较厉害、烂掉这些等等，都可能会造成咳血的问题。那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小咳血一点点停了，那就好了。可是这个其实，当你小咳血一点点，它可能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爆发一个大量咳血。那这种情形，我们通常会很担心，你大量咳血出来，会不会把你的气管整个都塞住，影响到你的呼吸？那时候就有生命危险。那时候在紧急送医，有时候就怕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危险，就医可能怕产生一些缺氧等等一些并发症，处理上相对也会比较麻烦。医师要提醒大家，万一有发生一直扫货的状况，应该赶紧到病院来安排进行诊断，来避免有伤过严重的问题发生。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